间厝，去错啊！你要看卖？你看行。好山的，好山，阿娘啦！阿兄，阿娘要来看你。好山，阿娘要来看你。阿兄，好山，阿兄，阿娘来啊咧！阿兄，好山的，好山，有无？有看会到无？啊！阿兄已经走了，厝内底拢无人。咱我慢来一步，好山真是走去啊！阿娘，其实，高雄的死，正是好山做的心啊！这，其实，敢讲好山，伊正是开设界安尼？啊，紧讲啊！阿娘，杀人案件必须都要人证物证齐全，王法的面前是重证据，绝对袂讲随便去诬赖着无辜的人啊。你阿兄，伊若真是有杀人，安尼是要安怎？阿娘，你大性免烦恼，害你会查明真相啊！来等，吼，下工再过来找。别伤心，阿娘。阿娘，快快行。来，坐好。你说，阿娘，眼观的喷梦。只有何三兄一个人受你怀疑心。阿兄嫌疑上大。也毋过高雄是一个江湖人物，难免有收敛。敢讲别人都无可能杀死高雄。根据我所知，别人的武功是无可能讲一剑属于高雄地了。
也搁有收容顶6个人，侮辱我阿嫂是事实的，高凤也是其中的一个啊。若照你安尼讲，收容还搁迄5个人，毋着真紧就会亲像顾凤共款被人杀死。如果我药若是无毋对，搁无偌久，就有人会发现因的尸体。你是啥物人先发现的？大姨啊，先发现尸体哦，是毋是手金啊？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是我先发现的咧。无，大姨啊，你莫听伊后壁讲，你莫后壁讲话啦。迄看到死人是我先看到的。但你是我先看到的咧。是我才对啦哈。哎呦，你莫安尼三八八好唔好啦？较拜托的啦。这个就是阮某啦，大姨啊，我做阿杰啦。啊，就阮2个翁仔某吼，相骂就对啦。3更半暝怎原来走出来啦？啊，我惊伊阮某毋倒去自尽，啊，就废去啊！你咧，我伫后壁出来，你去看到迄个死人拢我看到的，伊无看到。大人啊，这尸体哦是我先踢到的咧，我毋才叫我这个胖刀的哦，摕鼎火来甲伊照，毋才互伊看到。你若安尼死讲，正是恁2个人共同看到的咯。是啊是啊。对，阮2个人共同看到啦。大人啊，要若安尼，阮迄赏金毋着爱2分才对。好，来人啊，来，将阿杰啊、甲阿花押回家门，本官详细过来甲盘问一下。是。啊！有家门哦！不，我无可能，我无可能我，你这什么不害的？禀大人，死者乃是一件毙命。又是一件毙命。是，而且伊中的要害是完全甲古凤同款。那你是毋共一个人做的咯？凶手是同一个人。大人明察。大人，孙官娘，本官自会抄一个水落石出，你请回。下官告退。官爷捕头求见孙大人。大人，张捕头，啥物代志？偏大人，伫东西2个巷外，我发现2具尸体。这个人叫做纪凤，伊是昆仑派的人。叫做自角洞。这个人叫做丁庆，乃是北海人士。这3个人，会用来讲是当今武林一流的高手。这3个人的死因呢，甲古凤同款，必定是同一个人做。华良吼，这3个人你拢捌？是。高凤你也捌？要若安尼，因4个人毋就是你聘请要来对付刘和三的咯？是。安尼讲来，除了寿龙，毋着还阁剩一个。是。也阁有一位张顺宏。张顺宏。若无趁早，大埔乡小姐收容，甲伊张顺宏，真紧就个人发现因的尸体咯。这几天，这个人敢毋甲你见面？只有自角洞有来找我。这个所在比较较温柔，我约你来这个所在。
我有话要甲你讲。甲刘三的代志已经了结了，离咱还阁有啥物通讲？有，我要将代志讲有清楚。武义煞的死，甲我一点仔都无关系。武义煞的代志，是受龙伊所提起，我是清白的。哪呢？你的人呢？因将武义煞拖入去洞内了后，我就离开迄个所在啊。当初你要请阮来对付刘浩山，是因为刘浩山伊必是伊亲生的老母，阮是为了正义而来。想袂到代志会演变到这个地步，我实在是真后悔，我是后悔来这个所在。花大爷，话我讲完啊，我要来走，无得着，咱后会无期。想袂到伊一去，真是后悔无期。既然朱角洞伊甲无侮辱伊武义帅，那安尼凶手就毋是刘浩三，大人的意思是，因为刘浩三将来不杀无辜之人。你是讲你是无辜的？迄死的人毋是你杀的？你是毋肯承认，或者是毋敢承认嘞？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？我以后拢真相信你。那你为什么？伊是信剑比沙林，你撇不露面，为何因？我着闪避不露面啊！你如何能敌起我本领？伊说是好因来逼死，如今大个人死会成死死，因为你的剑法能力，无怪大家对你有嫌疑。你若清白，就毋免顾忌，出面说明，解脱嫌疑。何况客三身为安插伊，恁母囝兄弟
即马就陪你倒转去见你小弟，而且你来帮忙伊查出杀死迄4个人的凶手，为你家己解脱嫌疑。袂用的，我还阁真侪代志爱办。敢讲，还有啥物款的代志，比为你家己解脱嫌疑搁较重要是？无毋对，关的是江湖的案了。你是讲啥物代志咧？我要摕回石剑锋。你需要杀死寿龙？对，也有郑顺凤。为伊雪婚？是。那呢？迄4个人才是你杀死的。等下，好三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上早就错，当年杀死你老爸就已经错。甲你的相处也是错，大步易杀，成阮更加错误。玉梅，这尔遮多的错误，是无法度通挽回。当初你也讲，10年前你若莫叫着我刘浩山，我今仔日毋免犯着这尔遮多定定塌塌的错误。好三，安尼，你难逃死罪。是，哼，刘浩山早就应该死了。我欠你的情，一条性命我要欠你，虽然你无要讨，我依然照常爱死啊！杀人累累的刘浩山，难道就枉法的制裁？好三，你安尼是安做，互你的小弟K三受过为难？ K 三，身为八路夫顺难，伊应该爱查出这个真相。伊无度掠出真凶手，伊怎对得起栽培18年的大哥呢？那安尼，你是要爱K三亲自办理？杀人的凶手已经露面了，是啥人？是一位年轻的教士，伊自称是杀死高洪顶4个人的凶手，人即位什么所在？在伊的宾客站。想要掠本大呀！高洪因4个人，敢是你杀的？是安怎？赶紧束手就绑！你敢有这个本事？大胆！
为何阻挡在下的去路？请问国校准成代，免问我先通报你家己的性命。刘河山，刘河山，哼，你终也互我找到啊！